主后2023年3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幸福人生的指引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6节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，就爬上山，伊坐落去，门徒活来，就开始甲侍因讲。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；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；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；要喙焦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互因饱足。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；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见到上帝；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；为了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人甲恁侮辱、迫害，讲逐款歹话诽谤，恁真有福气。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真大。恁以前的先知嘛捌安尼受迫害。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安怎互伊搁咸？盐失味就无路用。只有献杀，互人吞达。恁是世间的光，起伫山顶的城，看袂牢。人灯点着了后，袂用斗甲伊牵起来，一定会甲伊插伫灯台顶，通甲厝内所有人照光。亲像安尼，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。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来荣光恁的天父。以上，幸福人生的指引。幸福是甚么？有人讲平安就是福，有人认为赚大钱是福，有人强调健康是福，有人讲知足就是福。这个无共概念建构的幸福观，无形中甲人的性命导向无共的结局。有钱减讲就会幸福是无？好业的人若袂晓甲人分享，干那拼命累积个人财富，未必然堆积幸福。健康减就是幸福。有一寡人就算努力控制啉食、温存运动健身，也无拄拄会当互身躯维持健康，逃过病魔的侵袭。安怎才是知足？当人的欲望亲像无底深坑，根本无法度吞会甜，想要知足，根本是真无容易。马太福音的作者透过文字带领咱一探幸福的路径。耶稣伫山上宝训中用福做讨论的主题，提供幸福的指引。这个关系福的指引，无表示成功致富的近路，也无论及物质追求，是指向内在生命的渴望，甲天国子民身份的认证。这个指引就亲像伫爬山入口的告示牌，指明爬上山顶的路径，互渴望攀登天国高峰的天路客，通踏行上山，搁亲像攀爬天梯的历程。一个迈向天国历程的天路客，必须体悟家己的限制甲欠缺，欠去仰赖上帝的恩典，对属灵生命的渴望，
创造神圣的空间，互上帝伫伊的生命中做王掌权。当伊继续爬行上山路，毋但会因为意识到家己的罪忧伤，也会为着人类共同的罪哀痛，搁得到上帝亲自的安慰，成做继续向前的力量。伊的生命向外延伸，展现极大包容力，无纵向暴力，用温和待人。伊所继承的属灵产业，是远超越过目睭所见的丰盛生命。伊是一个行动者，未满足伫现状，是不断心意更新，追求上帝良善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，将家己当作活祭献互上帝。一个致力追求天国福祉的人，伫经历到主的赦罪恩典的时，会记牢这个恩典，学习将人对伊的伤害放下，无搁再怀恨。伊会怜悯人，搁会捌好款待人。以外，因为渴望追求上帝的旨意，伊单纯仰望上帝，未三心两意，所以毋领耳孔听过上帝，搁会当亲目看见上帝。当伊面对冲突的时，袂一个仔逃行圣地，也袂看人正面，也是替家己找门路，努力做和平使者，促成和睦。一个努力实行上帝旨意的天路客，追求的是安怎得上帝欢喜，毋是要普他人伫面对迫害、诽谤的时，也会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。耶稣讲，当咱定义实行上帝旨意，因为军队伊的脚迹遭受侮辱、迫害、诽谤的时，就欢喜快乐，因为伫天顶有丰富的奖赏为咱保存，这就是属天的幸福。你会渴望安尼的幸福啊无？默想，对我来讲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对我来讲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邀请我用天国的眼光来追求幸福人生，互我的生命甲你密切结连，对这得到满足。求主帮助我，用活出你的心意，诚做人生的指标。主啊，我信，总是我的信无够额，求你帮助我去面对，搁赢过这一切挑战。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